龙舌兰的台语安怎讲？龙舌兰哦。龙舌兰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来，试看麦，伊直讲摕起来，摕起来。读起来唔是台语呢，系啊，哎呀，无读起来唔是台语啊，无我就讲读起来就好啊。哇，这真正有困难。诶，叫李欢刘甲迄个吉兰。仙林将兵共款对对。嘿啊，是啊无这照讲是，大家拢知的，就是读起来啊。嗯，梁自然嘿啊，是不是？老啉酒的拢知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是不是梁自然？差一丝丝啦。哦，哦，机会就安尼走过去哦，差一丝丝啊安。尼一定是音调的关系啦。诶来你试看卖照例啦，照例照例。梁色兰，梁色兰，口色之间的色，是哦，哦，老师，你确定哦？我只好确定。老师是不是梁色兰？嘛是无，嘛是差一丝啦。哎，哪样呢？这真正太困难是了。爱问老师哦嗯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因为这第一字有一个白话音，恁敢若袂记记啦。其实恁都会晓讲啦。零啊，零啊，嘿啦。拢会使啊。无，这梁是文言音啦，吼。啊，即马这个词伊会用白话音来讲，所以伊是林自然。嘿，林自然。